我哋後環社民今日介紹曉峰灣畔呢個單位啦，咁實用面積482尺，咁呢個單位景觀咧就向翻泳池景，咁樓下亦都曾經做過一個成交啦，咁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間隔先，咁呢個係兩房單位，咁成個單位其實基本上啲窗口咧東南西北都齊晒嘅，大家參觀下。好啦，近期開始多翻少少內園景嘅兩房單位出嚟放啦。咁呢種單位基本上就同另外一隻單位嘅積有啲唔同啦。另外單位嘅積咧就有啲鑽石圓廳嘅，咁呢隻就長方形廳。咁入到屋咧，呢邊廚房啦，咁應該前業主咧就洗衣機擺咗呢個位㗎啦。咁廚房個窗啦，好啦，方方正正客飯廳。嗱，樓下嗰間咧就喺呢個位置間咗姐姐房，咁你睇下會唔會參照下樓下嗰間咧？咁可以有姐姐，亦都可以有兩間房啦，即係叫2個半房啦。景觀望翻泳池，洗手間有窗，做咗浴室寶、浴缸，呢啲要執裝修㗎啦，呢啲。嗱，細房、廳同埋房都個方位都同向嘅。好啦，主人房呢邊就有通風窗，主人房大床、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嘅單位有興趣，可以 call 聲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，等你電話。